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恭讀聖路加所載的福音。主，願光榮歸於你。那時候，有些稅吏和罪人都來接近耶穌，聽他講道。法利西人和經師紛紛議論說：這個人接觸罪人，又和他們一起吃飯。耶穌就對他們講了這個比喻：一個人有兩個兒子，小兒子對父親說：爸爸，請把我應得的那份家產給我吧。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。過了幾天，小兒子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，往遠方去了。他在那裡荒淫度日，浪費錢財。當他把所有的都揮霍淨盡以後，那地方發生了大饑荒，他窮困潦倒，只好投靠當地的一個居民。那人派他到田裡去放豬，他恨不得把豬吃的豆莢拿來充飢，可是沒有人給他。他捫心自問：我父親有多少工人，食糧豐富，我竟在這裡餓死。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，對他說：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，把我當作工人看待吧。他便起程回到他父親那裡去。他還在遠處，父親就看見了他，動了憐憫的心，趨前擁抱他，熱情親吻他。兒子對他說：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稱為你的兒子了。父親卻吩咐僕人：你們快拿出最好的衣服來給他穿上，給他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宰了那隻小肥牛，讓我們吃喝歡樂吧。因為我這個兒子死而復生，失而復得。他們歡樂慶祝時，大兒子正在田裡。當他回到離家不遠時，聽見奏樂和歌舞聲，就叫僕人過來問是發生一回什麼事。僕人對他說：你弟弟回來了，你父親因為見他無恙歸來，便給他宰了那隻小肥牛。大兒子就生氣不肯進去，他父親就起來勸他。他對父親說：你看，這些年來我服侍你，我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。可是你從沒有給我一隻小山羊，讓我和我的朋友一同歡樂。但是你這個兒子同娼妓在一起，耗盡了你的財產。他一回來，你倒為他宰了那隻小肥牛。父親對他說：孩子，你常和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現在你的弟弟死而復生，失而復得，我們應該歡樂慶祝。上主的話。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我哋咧近代人咧，成日會聽到一啲新聞咧，有一啲叫做咩咧家暴個案啊。今日咧，耶穌講咗呢個比喻咧，都有呢一種成分嘅啊。家暴咧就分開咧有暴力啦、肉體上嘅暴力啦，或者精神嘅暴力啦。我哋話語言暴力啊，都係一種暴力嚟嘅。有時語言嘅暴力咧，比起用身體嘅傷害咧嚟得傷害更加大，因為唔單止傷害肉體，最緊要係傷害咗個心靈。另外一種嘅家暴咧，就係冷戰，唔睬你，當你冇到，呢種都係另一種家暴嚟嘅。最嚴重嘅就係決裂啊，宣佈咧大家脫離關係啊。
耶穌咧今日講嘅呢個家暴事件咧，係俾我哋一個警戒啊！喺信仰上，喺耶穌嘅比喻中，大家睇到咧係邊個引發呢個家暴行為㗎？係家長啊，定係兒女啊？係邊個引發今日耶穌講浪子回頭呢個家嘅家暴啊？係爸爸定係啲仔啊？啲仔喎嚇。咁啊喺現代嘅故事中咧，家暴咧有時都唔係淨係全部話爸爸媽媽有家暴嘅，有時啲仔女都會對父母家暴嘅嚇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呢個咧係一個好破傳統嘅，唔係爸爸虐待嗰啲仔，係啲仔虐待爸爸。首先咧，兩個仔都虐待爸爸。第一個仔咧就搶阿爸爸啲嘢，打劫。我應得嘅家產，麻煩你俾我啦嚇！麻煩都冇麻煩添啊，直頭俾我啊！連麻煩嗰兩個字都唔好講啊！即刻俾我啊！我應得嘅咁，應得嘅喎，都唔知邊個賺嘅，係你賺嘅定係阿爸賺嘅咧？係咪？如果呢個仔係咁嘅表現，肯定佢唔會參與家族嘅生意啦、家務啦，一定唔會啦。咁個家產點會係屬於你嘅咧？嚇！咁呢個家暴咧好緊要啦，直頭同打劫一樣。打劫咗阿爸一半嘅家產，咁個大仔又點樣家暴啊？阿仔咧，細仔咧就明刀明槍去搶，阿大仔係咩啊？放冷箭啊！記住你，記住晒，今日我做咗咁多，你又冇打賞我啊！明日我做咗咁多，你又冇讚過我，全部咧係暗箭嚟嘅。明刀易擋乜嘢啊？暗箭難防，呢個先係傷啊，係咪啊？真係好傷啊！呢樣嘢。古語有云：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半朝難。阿爸明白呢個道理。當阿細仔問阿爸攞筆錢離開嘅時候，阿爸咧好清楚浮咗喺個腦海。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半朝難。你出到去就知㗎啦。咁啊〜所以當呢個仔出咗去，花晒所有阿爸嗰啲錢，並且係冤枉咁花喎。即係譬如你話攞咗阿爸嗰嚿錢去買咗塊地，買咗個別墅，買咗間屋，咁你都保值啊？係咪啊？佢花晒去，花完呢啲錢咧係交咗學費啊！好彩佢學識咗，阿爸個屋企先至係有福。就算喺阿爸屋企做工人都好過我而家喺度幫人養豬啊！特別為猶太人咧，耶穌特別嘅佢講咗養豬，因為豬為猶太人係不潔，佢哋絕對唔會掂豬嘅。連養豬你都要去做，即係衰到好交關啊！嚇，即係猶太人唔會掂㗎嘛，呢啲不潔嘅嘢，佢要去養豬喎、餵豬喎，係咪啊？並且點啊？都未夠衰啊！再衰啲，連豬要食嘅都要同佢爭，不過冇人俾佢啊！即係你睇下嗰個情況係好慘淡啊！人咧好多時就係咁嘅，你唔係輸到盡咧，我哋先都唔會學到嘢嘅。真係要輸晒啦，你然後學到。不過好彩佢都學到，交咗呢啲學費都係值得嘅。然後翻去屋企，見到阿爸有咩反應啊？咩都唔出聲嚇。並且咧，阿爸話俾翻啲靚衫去着，戴翻個戒指，戒指表示翻有翻個關係，着翻對鞋係有身份咁解。最後一個好無辜嘅角色嚇，我每一次講呢個比喻就係嗰隻小牛犢啊，殺咗佢，唔該嚇，我哋一齊開心。其實佢係最無辜啊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佢同阿爸一樣都咁無辜，好大嘅犧牲。不過佢犧牲就帶嚟人歡樂喎，係咪啊？殺咗隻肥牛，大家好開心喎。阿爸如果揦住嗰半財產唔放，你諗下佢哋兩父子嘅關係幾僵？今日佢使咗阿爸一半家產，但係佢翻嚟嘅時候，佢欠咗阿爸嘅。不過阿爸冇計較啊，咁得翻個仔係緊要。阿仔所着眼嘅係錢財、享樂、自己。阿爸着眼嘅只有一樣嘢，就係父子之間嘅愛。佢對個大仔都一樣，雖然個大仔樣樣都計住
度住，但係阿爸從來冇計㗎。佢好直接講一句説話：你同我一齊，我嘅都係你㗎嘛，你唔知嘅咩咁？佢原來真係唔知㗎喎嚇。呢個大仔咧，只係一鋪蠻力嘅啫喎，不斷幫阿爸去工作，但係唔記得去睇眉頭眼額，亦都唔識得去反省佢所有嘅一切。其實阿爸係預咗俾佢嘅嚇，佢就係去計較。一個家庭咧，好緊要咧，就係我哋要坦然，要懂得犧牲。有時喺家庭之中咧，我哋做兄弟姊妹嘅咧，我哋時時會計嘅。呢個做得多啲，嗰個就做得少啲，嗰個付出多啲，嗰個付出少啲。咁啊，袁神父唔係教大家做阿 Q。其實如果你喺家庭中，你係做得最多嗰個，你唔好抱怨啊！點解我做咁多，佢做咁少啊？咁唔公平喎！咁，因為你能力多，因為你叻，因為你容量大。你德行高，當你幾時計較嘅時候，你嘅德行就變得好薄嘅。當我哋幾時咧，我哋發現咧，我哋對一個人、一個團體、一個家開始有計較心嘅時候咧，你同對方嘅情感咧，只能夠留於係同事，可能有時連同事都不如，唔好講話同伴，唔好講話家人。你只係住埋一齊，絕對唔係家人。當你幾時發現自己會詳細考慮、精準計算一段關係嘅時候，呢一段關係就會正正向你越嚟越遠咁離開。一份有深度、有溫度、有脈搏嘅關係，係需要我哋付出真心、真誠、為他呢三個好重要嘅條件，否則我哋嘅關係只會淪為泛泛之交。將咁樣嘅道理落實喺我哋嘅信仰，我哋同天主嘅關係都一樣。你睇下天主有幾時同我哋計過？佢冇同我哋計。睇下我哋每次祈禱，我哋有好長嘅一個 list， 話俾天主聽，我需要呢啲。天主全部俾晒。有時天主唔俾，因為嗰樣你求嗰樣對你唔好，佢俾另一樣。不過我唔發現啫，好似個大仔咁，俾咗噶啦。又或者天主冇回應你呢樣嘢，其實佢想俾一個更好嘅你，不過我哋冇去洞悉先機嘅，冇呢種覺悟嘅心去睇到天主嘅心意。只要你能夠無條件為天主付出，好似佢為你無條件付出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進入神嘅氛圍，享受並且擁有天主圓滿而無限嘅美善、神聖嘅真理。真實嘅幸福同埋美滿呢，先至會係屬於我哋嘅。天主教信仰呢，係一個呢教人以有限換無限嘅人生哲學。呢個兒子呢，要求父親呢俾佢有限嘅財富，但係父親呢一啲都唔可惜呢啲錢。如果俾咗呢啲錢，你能夠達到阿仔嘅心願，俾佢啦。如果呢啲錢佢用唔得啱，佢會受教訓，唔係我受教訓。交咗呢啲學費，如果係使佢成長，值得交嘅。睇下我哋幾多，你俾啲小朋友除咗返學學幾多嘢，你從來都唔計嘅喎，係咪啊？一樣，因為你想培育佢啊。同樣爸爸都有呢種心意，只係當我哋掛住嗰啲好有限嘅財富，而忘記咗無限價值嘅愛嘅時候，我哋就會開始同我哋嘅家人計較。最後咧，呢個爸爸真係贏得咗超越物質嘅親子、父子之情、父子之愛。呢個比喻中，兩個兒子咧着眼於短暫嘅財富，佢哋忽略咗，如果冇咗佢哋呢一個咁慷慨、咁富貴嘅爸爸，佢哋實在乜嘢都冇嘅。呢個正正好似耶穌同我哋話：如果你賺咗全世界，但係失去咗你嘅靈魂，為你有咩益處呢？
如果你得到世界所有嘅一切，不過你冇咗信仰，斷絕咗同天主嘅關係，你點會得救啊？世界嘅錢財，世界嘅一切，冇任何一個人都救到你嘅靈魂嘅，冇任何一樣嘢可以幫你贖罪嘅，唯有你走去天主嗰個身邊，佢先至能夠將你靈魂嘅罪一一清洗。世界上你俾幾多錢，冇任何一個機制可以幫你除去你靈魂嘅罪，只有天主。基督徒嘅信仰就係幫我哋睇到呢個無限嘅價值。有啲人可以為呢個無限嘅價值、靈魂嘅得救，唔單止自己靈魂嘅得救，別人靈魂嘅得救，亦都願意去奉獻呢個世界嘅享受。前幾日啦，有個機會啦，同修士媽媽傾下電話，講下，咁佢都好掛住個仔啊，去到咁遠，係咪啊？不過如果知道呢個係救靈魂有益嘅，為佢能夠揾到自己嘅召喚，揾到自己嘅理想，又可以幫到其他嘅人能夠起嚟一個家庭嘅奉獻，但係能夠幫到好多個家庭，呢個係一件好嘅事啊，係咪？所以當我哋能夠睇到原來靈魂嘅得救、永恆嘅幸福係勝過呢個世界嘅幸福嘅時候，我哋睇下有好多修道人，佢哋睇到呢啲啊，然後佢哋放低呢個世界嘅享樂，為幫人哋咧去揾到靈魂嘅得救，我哋都可以咁做嘅。至少天主冇叫你好似神父、修士、修女一樣放低你擁有嘅享受，但係你有冇諗為自己靈魂嘅得救，為別人靈魂嘅得救，我都可以犧牲少少呢？睇下堂區裏面有好多善會嘅兄弟姊妹，佢哋做義工去探訪家庭，讀經組、歌詠團、輔祭員、服務組，好多好多唔同嘅兄弟姊妹，佢哋犧牲自己一啲休息嘅時間，人哋去玩嘅時間，佢哋去準備禮儀，投入堂區嘅服務，或者參與喺福傳嘅工作。其實佢哋睇到呢個價值，如果能夠讓啲人警醒，知道信仰對自己嘅生命係咁重要嘅，佢哋可以嘥幾個鐘頭時間能夠幫到人，呢個係值得嘅喎。咁所以佢哋睇到呢點，我哋能唔能夠懂得喺生活之中去辨別到財富嘅等次呢？然後去揾更高嘅財富嚟到去追尋呢？今日嘅福音彷彿係話俾我哋聽呢一個道理。願我哋放下眼前嘅少少利益，為永恆嘅利益呢，我哋能夠可以奉獻。有時喺家庭之中，你係付出最多嘅嗰個，你轉念去諗下，可能呢個工作天主認為交俾我係最信任得過嘅，我用心去為天主做好佢咯。當點解次次都係我做㗎？你諗，可能你嘅能力，你做嘅呢樣嘢係比起其他嘅人做得更好啊！咁我多謝天主你對我嘅信任，多謝家人你對我嘅信任，我會做好佢。功夫唔會做死人嘅，就係做死人呢，就喺你個過程之中，大家爭鬥嘅時候，呢啲人事嘅關係殺死人。所以讓我哋勞心勞力，我哋知道係能夠為到別人嘅益處係值得嘅。呢啲都係一種殉道嘅精神。讓我哋學習嗰一位無辜嘅死喺十字架上嘅主耶穌基督。其實佢唔值得死嘅，唔應該死嘅，佢無罪嘅，都唔關佢事嘅。但係當阿爸有呢個計劃，佢話好，我犧牲自己救所有嗰啲兄弟姊妹。我哋多謝耶穌，我哋嘅大哥哥，我哋嘅長兄，我哋嘅大哥，佢率先做咗呢個見義勇為嘅行動，犧牲自己完成我哋大家嘅幸福。讓我哋都從佢身上學習呢種精神，犧牲自己成全別人。